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翻收看福起来，系阿面头刘浩明。广东人喺差不多喺毕业之前，无如讲如天一摆要去寻工作嘅时间，如果感觉到佢讲到底自家嘅个性适合样嘅工作，而家有啲工作按到生涯咨询师，而喺根據自家專長啦，還有自家嘅一啲人格嘅特質，好去尋到一啲最適合伊做工作。無如講，如果教人講，都是用嚟去面試，用嚟去寫，或者講履歷表、履歷表也啲東西。你今日有想到呢？你係曾經喺我哋咧人力行做過幾久嘅一啲修語考，嚟我哋現場，而唔單止喺做我哋咧生涯嘅諮詢之外，如果頭嘅一啲專項以外，同時而對我哋嘅心理啊、塔羅啦，同埋如果尋嘅一啲研究，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語考嚟我哋現場，語考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屏東嘅邱義橋。語考，你這個嘅學法講我有一些讓我講啦，你這個係咩行業啦？媽媽啦，媽媽係行業，對，媽媽是屏東這邊客家人。屏東嘅客家，對爸爸唔咩？爸爸是外省人。嗰時萬歲有講學法冇？小時候外婆阿婆帶的，因為爸爸是軍人嘛，都不在家，媽媽就工作，所以小時候會跟阿婆在一起。再來的話是因為舅舅，屏東舅舅住屏東長治，所以小時候會常常到他們家去玩，暑假的部分，那時候都會跟表弟啊、表妹他們玩在一起，他們都講客家話，我就會聽，我常常會聽他們講，所以現在如果在工作上，如果一聽到是客家口音的話，我就很親切的感覺，但我真的不會說。萬歲都常還是有睇客家上學過啦，對對對。如譬如講媽媽，其實媽媽以前係哪呀？女僕，你係講女僕內埔，然後他小時候他跟我說他在豐田國小。新北市嗰邊。新北對。新北市，我哋 Q 名就新北市，對。新的名就豐田厲害。豐田就是新北市嗰邊。嗰時萬歲的新北市喺度有時會走去長治南 Q 嗰邊係。對。嗰時對學法談學法時都幾清楚啦，只是講講過快講。要慢一點點。糖一絲絲，其實我糖都幾厲害呢。真的，謝謝。嗰時候我有明白後，嘅我哋阿明哥都很嘅，他講嘢講，其實我糖嘅時候，都可以考我哋行業認證嘅，可以認證，請考一下，謝謝。我努力。好，唔怕。我哋見面嘅時候，其實我頭都有同我哋觀眾朋友講過嘛，因為我哋其實差唔多佢開始尋工作嗰時啦，畢業嘅時啦，尋工作嗰時啦，其實我唔知講，這個到底適合嗎冇？我就睇我尋工作以前，佢就要尋到一啲可以幫我哋諮詢嘅人，都想討論這個喺而家工作地方。安尼點解嚟講？其實喺下工作地方唔可以去做，像有啲嘢都可能適合做業務，有啲嘢都可能適合做辦公室地方，喺個性冇同樣嘛。但是睇下講起以前我哋一開始時間，我哋都見緊我哋現場看到嘅有塔羅，還有聊心卡。對。我哋先講到一部分嘅東西，因為其實塔羅喺幾多年有談過啦，可是聊心卡就冇按多年談過。對。我哋喺面前同我哋咧觀眾朋友同我哋紹介一下講，當初做乜個可以接觸到塔羅呀嘅卡片哦？塔羅是因為我自己很愛算，因為在業務單位待很長的時間，那業務單位又很常會遇到可能業績問題呀，所以那時候我比較常跟，就是有時候遇到業績狀況不是很 OK 的時候，我就找塔羅老師聊天，然後聊着呢，我發現，他不會告訴我說這個月會不會有業績，但他可能會告訴我說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所以比較像是信心上的建立。我覺得這個部分他就幫助到我，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找，我就自己在想說，是不是我可以找老師來學看看，因為我底下好多的員工，那如果我也可以透過牌卡來協助他們，我覺得這個就會是，就那時候是一個初衷啦，一個初心，是這樣才接觸的。那因為後來台灣沒有一個單位會跟我們說，你是一個合格的塔羅老師，沒有嘛？那在那時候我就開始在找說有沒有一些比較符合我們自己台灣這邊的牌卡，所以那時候才接觸到聊心卡，它是台灣老師這邊去設計出來的。那也後來也才開始接觸像生涯諮詢這一塊，對。
因为头先有讲到讲，你这个在工作无顺利的时候，无如讲有这种压力的时间，然后唔可以请个塔罗先生来问事情嘛。即係嘛講，其實塔羅先生唔可以幫嘅嗰種那全部都工作啦，哈，那有某個業績啦，但是如果幫你的心情，唔會因為講塔羅先生本身心情係忙嘅咯。在那个当下，他可能会给我的状态，他比较会给你一些做法，比如说你最近的状况可能比较低迷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牌卡，他就说，那你最近可能就可以去有阳光的地方。或是说你最近可能去有海边的地方，其实真的是因为去到那个地方吗？其实不是，应该是说他给了一个状态，是他给你一个方式，然后你去执行之后，其实你是远离了你原来的工作环境了，你没有在那个位置底下，可能一直很努力的工作。其实有机会就是让你可能先离开那个职场的环境生活，所以那个信心建立，他会给你一些方式，可是那个方式就会透过了牌卡给的一些画面的那个部分，对对对。可是我等于100、200以後，你這個感覺到，塔羅呀東西是才有一啲算是心靈和支持的一個作用。對對對，支持。可是唔會期望講，你這個學會以後，下一擺你這個算一啲小的主管了嘛，哈。對。可是你因此你也會希望說，到時候你學了塔羅牌之後，可以幫人哋帶下人一啲強好天數。咁問題伊啲主管算出來牌，屯帶下人我講，你講的話是不是其實只是要告訴我說我要怎麼去做事情而已吧？所以主管的角色有點辛苦，對，他的辛苦的環節是你，比如說有一個人，他其實就已經很想離職了，那所以他想要來，所以主管的身份，我們那時候其實會有2個狀態，一個叫員工協助。一個當然我還是希望能夠幫助你說你可以在業績上有所成長，但實際上其實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對話，應該是說大部分的員工不敢找主管聊天，應該是這麼說。而且我那時候剛好遇到金融風暴，那金融風暴政府那時候推那個什麼 22K， 所以我來的那個員工都是年輕的，那再加上我們已經職場可能有段時間了，所以你可能會遇到他們可能要跟主管對話的時候會怎麼樣？會怕怕的，對，會怕怕，會緊張，所以那時候好了，他算是有點迷幻他們，應該是說有一點讓他們覺得跟年輕人有一些可以互動的機會，所以讓牌卡讓他們開口說，但至於能不能夠慰留他們，或是能不能夠在工作上面能夠有所成績，我認為心靈被安慰到了，應該工作上的動力就會出來了。我相信係幾重要啦，因為等於講一啲卡片。你絕對唔會可以講，而會俾你的答案。但是你頭都講我哋最重要，我感覺最重要都講，而至少本身人來講嘅話，有一啲嗰種我們共同的話題。是。而且塔羅是一個，大家就是說，好像很有趣的一個東西。對。至少我哋唔係直接都講工作嘅事情。但是我哋透過塔羅，也許它可以回饋出某一些他工作上的困境。是。這個困境是你自己可以借由塔羅去理解的，而不是說我直接面對。這有的時候很有趣哦，就是如果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我請你講出一個問題，但我回饋你的時候沒有牌哦，他可能覺得啊，那也是你在說啊。對，就是對啊，好像就是說，反正說來說去都是業績方向啊。對。那如果我們透過牌說，你看連牌卡都這樣支持你了。不是，感覺到其實塔羅唔單止講可以潛出一啲人的一啲行嘅路嘅方向啦，同時嘛係變成這個一個支持嘅方法，同時嘛係一啲人同人溝通一啲規劃的工具。因為你頭都有講到講，因為你沒有找到一個就是說有認證的一個卡片啊，那所以說你覺得說，療心卡是台灣自己創建的嘛？所以說它是一個有認證的一個師資的一個卡片嘛？對，那時候從培訓、上課、培訓，然後到我們的一個就是個案的一個督導撰寫，這些都要給老師整個就是一系列看過這樣子。對。所以等於如果以偷吃圖，然後對於你這個用嚟學習嘅卡片，用嚟去介紹，對，好，用嚟去潛到一啲個案的時間，你這個排出來排很用啊，按這個用嚟去說明。那對方的反應要寫進去嗎？要啊，就是這個就跟我們現在在做諮詢也是一樣的。我們現在在做的1對1諮詢，它也是需要寫所謂的個案記錄報告。對，那牌卡它也會有你是翻出來是哪些牌，那你問了哪些問題，
那对方回应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整个从前中后把它做一个撰写。那当时就是需要缴交让老师通过合格。那这个部分它有设计了，是除了1对1之外，它也有所谓的团体课程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设计，它都有。加卡片的话，已经最适合用来用作的哪个方向啊？其实塔罗跟疗心卡最大的差别，因为大部分塔罗会把它放在占卜嘛，预知未来。好，那疗心卡的部分，它会比较放在自我的探索跟关系上面的一些沟通。那还有一个蛮棒的地方，就是能量的一个提升，就自我能量的一些提升这样子。那当时其实疗心卡对我很大的帮助，还有我跟孩子的沟通，跟小朋友，因为它这套牌卡的设计就是标榜3岁到99岁都能够使用，对，所以它的画面上其实是没有那么的，有些画面就孩子都看得懂，所以我自己亲身去运用在跟孩子沟通上面。孩子到现在都还会偶尔，因为他学舞蹈的、跳舞的，那有时候压力比较大，还有现在要进国中，他会跟我说：“妈妈，我可以跟你用那个牌卡聊聊天吗？”他也会、是怎么样聊天啊？他就会说：“那妈妈，我最近可能遇到了那个，就是一个动作做不出来，然后可能会跟老师会骂他嘛，所以他就会说：妈妈，我觉得就是有压力。其实那时候他当时跟我说有压力的时候，我会想说为什么这么小有压力？但是其实你在翻牌的过程当中，他会比如说他会问啊，那我还要继续跳吗？我要继续跳舞吗？”对，但是我这里面它的牌卡的画面就是有分红色跟蓝色，我通常不会让他抽那个蓝色的比较负面的，我让他抽个红色的，给他一些正能量，说，你看牌卡告诉你要有信心啊，你这个动作其实是因为你不熟练啊，对，透过这边，而且那很有趣也是一样，你自己抽的哦。你看牌卡告诉你自己做，不是妈妈告诉你的这样子。可是变成讲，你还真的变成一个母女之间沟通的一个工具了。对。可是我哋常常讲捏牌，讲说捏牌是一个同人都想到讲，係一種賭博的一種啦。可是同我哋研究同人講，唔單止係塔羅，無論我哋療心卡，你可以變成一啲人同人溝通的一個工具。休息一下冇，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内部嘅小艺球，同人讲塔羅牌还有療心卡嘅差別嘅地方。我想問一下藝球，因為同我哋呢一開始嘅時間，我哋都講到講這個有睇人力銀行上過班嘛吼。因為一部分行我都想問一下講，像這個睇人力銀行應該看到幾多嘅案例嘛吼，像無共樣嘅年齡嘅人尋工作嘅問題同心態係咪無共樣？我觉得跟年龄应该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跟年龄没有关系，就是大部分面对求职困扰的人，他都有一个同样的状态，都是信心不足。这个是比较，就是我遇到不管是年轻的，如果你今天是年轻的，他可能会说，老师，我可能目前找工作，我没有工作经验哎，那我怎么跟那些已经有职场的老手去竞争？但我遇到那种可能2度就业，或是他也不要讲2度就业，他可能面临到他的中年转职，他可能遇到是我年纪这么长了，我年纪这么大了，那我怎么跟这种年轻的人去拼搏那个工作的机会这样子？但其实他背后我觉得都是少了那个自信心。但如果我们要再把它再分化一点，就是到底年轻人多半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多半的问题会主要是因为他的职场经验不够，对职业的认识不足。那可能他就有一个想象嘛，比如说他直接跟你讲说，老师我不要做业务。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业务不就卖保险吗？对，他对于业务等于保险是等号的那个部分。我说没有呢，每一家公司都需要业务呢。还有一个部分，你要不要成为你自己的业务？
你去面试是要卖你自己，你要行销你自己，所以业务这个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实际上在工作上面，业务它底下可能要分支出来的工作内容还有很多。那我会一一的带着他们去做职业的认识，这个是比较属于年轻人的问题。那如果是中高龄的部分，可能遇到的状况会是比较多，是什么？是常年可能待在同一个领域，所以他已经被那个产业给框架住。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他直接告诉你说我要跳领域了，可是跳领域问题又来了，我的能力可能不够啊，那我需要去哪里去做新的学习？所以像我们在做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提供的是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职训练或是非在职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因为头先有講到講，其實年輕人同年紀較大嘅人去尋工作嘅時間，伊可能面對尋工作嘅嗰種心態係無同樣嘅。年輕人可能對他因為講，可能他對業嘅工作嘅認知是錯誤的哈，就是認為業務就是一定是去做保險，然後就像我講嘅，其實幾多人可能年輕嘅時間，伊去尋工作，係對工作嘅認識無同樣。我們認為啊，做業務一件事情，過程中他也就拜託人然後嗰種事，但是年紀過大人真是尋工作嘅時候有無同樣嘅一種想法，譬如伊可能以前做嘅工作，哈，已經固定化按嘅工作方式咧，但是挑另外一個工作嘅時間。伊可能工作內容完全無同樣，伊可能還要去學一些不同的專業才能夠去配合上這樣子的一個。沒錯。可是你這個以前的工作，如果針對你以前做過乜個工作，冇得講以前冇乜個工作，跟後邊伊要請乜個工作嗰時，去針對伊要請去做不同的分類，就是針對於每一個人他自己的一個。不管是之前的工作經驗啦，或者是說他未來想要找的工作的一個內容，去做不同的分析。應該是說，比如這麼講好了，有些人跟你講說，我最近很想要做行銷，因為我最近看那個他們廣告出來的那些文案啊，好有趣哦。那我覺得行銷可能未來是一種趨勢這樣子，可是我完全沒有行銷的經驗。那我就會問你現在有哪些的職業能力？比如說我可能只做過行政。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把跟行銷連接在一起？對，我就會說，那我們來換個方式，我們可不可以先進行銷產業做行政工作，把它拆開，不要放在一起，因為你現在拿着行政的能力，你無法去跟有行銷能力的人進行競爭。那如果我們先有機會先進入到行銷公司或是公關公司，我們先去了解一下它整個工作的樣態跟形態。那從中裡面，我們可能可以慢慢的去收集有沒有自己現在可以再去學習的，甚至說，我需要工作資源，剛好我會，那我可不可以來協助？或是說，我可以再去做哪些能力的加強，然後就可以邊做，我們叫做邊做邊學。然後也有可能真的進了管顧公司，看了行銷工作啊，我發現那真的太辛苦，好像不太適合我。對，因為有時你這個唔前一批以前哈，我們以為講有的，比如行銷人員啦哈，怎麼會講，好講法會講，哈會流利，但是問題係你一批以後，你就發現那個一定壓力過大，是啊，好一定驚頭紅，但係個責任過重啊，什麼晚上都在想文案，冇錯啊，冇得講聽伊早晨要主動用嘅啲調價，冇同樣調價，個性冇同樣啊，這都一定行銷人員要去面對的問題，不是因為所以不是講，但是你冇感覺到講明明做個鬼講，哈，行前面行上行下，但是你的各種嘅內容冇同樣。嗰種嘢對於一般來講嘅話，其實對於工作唔熟悉人也可能會有咁嘅問題啦。但是頭先有講到一點，我因為講，其實可能我哋啲觀眾朋友地方，我有嗰種二度就業，那重新歸工作嘅時間，有乜嘅建議冇？如果是二度就業，通常它大部分我們遇到的都是小朋友，因為要照顧小朋友，所以我有遇過蠻多都是大概都會離開職場7、8年。為什麼？因為從出生到入小學。大概就是這個階段，那7、8年的時間，其實職場變化很大嘛。通常我們會先來跟他討論的是，在這段時間你有沒有去做其他的學習？他說沒有，我就是都很認真的顧孩子。那如果很認真的顧孩子的當下，我可能會問他，那小朋友的副食品是誰來幫他做的？你嗎？那你怎麼去收集這些？比如說從0歲到1歲，1歲到3歲，小朋友要吃些什麼東西？你怎麼去收集這些資料？可能會用網絡啊，看那個電視啊，看直播啊，看 YouTube 啊，找資訊。我說這些其實就是一個能力了。
为什么？因为你代表着你可能有收集资料的能力，甚至你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来还要有什么？比如说时间管理的能力啊，比如说早上小朋友醒来该要做什么事情，这些，或是说你尤其像如果你照顾到过敏儿是不是更有一些像还有一些什么化学品？我觉得妈妈的那个能力都蛮强的，她在收集资料的能力都很强，所以这个大部分都是在软实力的部分。可是最多的问题是，那我没有硬实力怎么办？确实，这个也很现实，你得去学。这个没有办法说，我像我前一阵才遇到一个，也是二度就业，他16年没有工作，那他被安排到一个我们叫做政府有个安心就业的计划，他去图书馆做行政工作，可是他已经快60岁了，所以他问我说，他接下来想要再从事行政工作，但实际上这是政府的案子，所以比较容易进去。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回到产业跟企业里面，实质私人的这种企业的话，我认为它有难度啦，在某种程度，因为除非那家公司真的比较可以接受高龄者，但我们遇到很多的行政工作者，多半都还是会停留在可能40岁以下这样子的一个年纪，那怎么办呢？他说，那我就会直接问他说，那你现在有什么可以直接做的？就是你最直接现在可以投入职场，你可以做哪些工作？他说卖东西。对，我说，那卖东西，比如说卖什么就很重要啦。比如说卖肉干啊，像我最近就知道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的肉品店，他们就会找这种比较高龄者，因为他们阿姨妈妈的卖东西真的好厉害哦。然后还有些像他可能是像最近的那个，如果有注意到的话，便利商店也开始在做所谓的微调整，会聘雇这些所谓的乐龄者，那他们会把时间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这些都会是他们跟人的接触，因为可能照顾小朋友，所以跟人的接触、观察力也都很足够。所以我会建议是说，先以他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先进职场，也是一样的，不要太把自己，不然会受挫力很重因为你会一直去面试，然后就一直被拒绝，那其实就会开始就会否定自己。对，但是你头头讲的一点啊，因为感觉到关于创业的事情来讲，譬如讲像你头头讲的照顾的一个ลูกค้า差不多7、8年的妈妈来讲的话，其实这7、8年她并不是什么都没不会啊，是，她其实7、8年除了照顾小孩子之外，伊咪都要照顾生意呢，要查资料啊，要准备东西啊，然后趁生意的衰磨时间，赶快去种买东西啊，因为我生意想的时绝对冇办法做嘛，你像头讲的时间管理。可是我会发现那个，那你讲起以后啊，重新去当妈妈，应该我感觉到，嘿呀吼，这7、8年不是白白浪费的啊，是，至少也会开始对这个有一些信心。听你讲，刚刚讲唔拉白的部分，我们去做职训嘛。对，没错。比如讲文书哈，也许人家照顾7、8年生给妈妈来讲，其实蛮算勉强啦哈，以后嘛个电脑文书啦，毛处理啦哈，毛进阶一点什么东西，我想。这个职训对他们来说应该都还算可以，是有的。系啊，那请到以后再看嗰個，譬如講，可能對某個行業有興趣，但是這個專業沒有的話，我們是不是先進去做一個自己能力適合的？也許只是一個行政，是，但至少睇下工作範圍地方，你可以看得到講，佢唔會難喎，你慢慢的在對工作地方去學習，好，然後就是最有機會就變成對行政變成。行銷好，或者是行政，或者變成第一線的人員，嘿，這是最好的。而且我聽嘅故事我講，其實冇咁多件事，人家過現實都講，當然請工作嘅人會希望講，年輕的肝比較好用嘛。對，但是有的行業其實有年紀嘅人，有經驗嘅人，其實比較和善，而且他們的情商比較高。对，因为其實最經歷比較多事情。冇錯，最早期的時候，譬如我哋出國的時間，好，那坐飛機，你會發現講亞洲的小姐的那個空服員都非常的高冷，但是歐美的空服員都是大媽級，真的。可是你會發現大媽級的空服員。很能夠虜獲人心沒有錯，而且以為看你需要什麼東西，他馬上遞到你面前，就是瞻前顧後的這樣子。嗰種其實講唔係講我哋年紀到位冇辦法去做一件事情，其實有嗰種時間，其實年紀到位做嘅年紀到位做嘅件事情，其實係夠好嘅。
嗰個其實尋工作一件事情，冇唔錯，有啲東西佢專業嘅事情，我哋工人強自己做，但是其實都我哋年紀過大嘅時間，還是有我哋年紀過大可以做嘅事情哦。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就來自屏東內埔嘅醫口，同人講伊咧做生涯諮詢裡邊伊咧最重要嘅事情。我就想問一下醫口吼，因為近家嘅工作係做我哋生涯諮詢嘅一種講座嘛，吼，一種到處巡迴。咁你這個有咩工作嘅內容？譬如講而家對象哦，太有的哪一種人啊？其實最小目前我的服務對象是國小6年級。怎麼國小6年級會需要生涯諮詢呢？其實大部分會，它不叫生涯諮詢，比較像我們在講座，就是跟他們分享有關於職業這個部分。所以那個時候我小6就講職業啊？對啊，因為他們的職業都會來自於大人嘛，家長這個，所以後來我為了要演講這一堂課，我把《鬼滅之刃》都看完了。為什麼？因為他們最關心的議題就是鬼滅嘛。可是鬼滅裡面的角色，他比如說有一個主角是嗅覺很好，那我就問他們孩子說，那請問嗅覺很好可以做什麼工作？所以其實是讓他們有一些思考。比如說，有些人聽覺很好，那他適合什麼工作？小孩很可愛，他說嗅覺很好，老師我知道可以當警察。我說啊，所以警察是用聞的可以抓小偷，是不是？所以你就是跟他們做互動。所以小的到很小，我們就開始在做所謂的生涯的一些討論啊、議題，讓他們去多一點觀察生活。其實目標還是希望他們多一點生活上的觀察，不要被局限職業這件事情。那再來的話，其實包含像大專院校大概都會是我的對象嘛。那最多應該是說最近遇到一個是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藥癮跟毒癮這一塊的，這是我過去比較沒有經驗的。那當時我要去接這個課的時候，他們還跟我說：“老師你要放慢速度一點點，因為我講話比較快。”他說放慢速度，我說要多慢？他說他們專注力不好，專注力比較不 OK。我說專注力不 OK啊，我還放慢。啊，不就睡着了嗎？對，他說沒關係，老師，那你體驗看看啦，看。所以一開始我的課程設計，其實我並沒有把他們就是設計的跟別人的是不一樣的。不管你今天是2度就業或是青少年，其實有部分的設計內容都差不多。但後來我實際到現場之後，我發現真的不行。為什麼？因為他真的需要你，甚至走到他的前面，然後說你跟老師說說看，就是你要很近距離，甚至說你要把他的眼球直接要抓回來。所以在過程當中，我們需要把速度放得比較慢。那牌卡的部分，我的引導比較像是希望他們可以多說，他們的問題比較多是不知道怎麼一句話很具體的表達，是無法的。那時候也設計了，像我們平時會有面試1分鐘的自我介紹。他們也都不行，說沒有辦法很完整，所以最後的這些包含求職準備，我們都是用比較一字一句先寫出來，然後看着稿一字一字念出來，讓他們在課程當中比較有一點儀式感吧。我覺得儀式感啦，就讓他們體驗一下說，你接下來去面試就是會是這個狀態，但實際上其實他們要距離進入到職場還有一段時間，因為他們要先處理自己的狀態，包含他們的專注力，然後可不可以很完整的做具體的表達的這個部分。我感覺到講，其實總同我講，不管是藥癮或毒癮嘛，有可能當初因為不管是藥物的關係，影響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神經的系統的發展，或是變成更加安的情形。但是我感覺到歸神奇的講，那你這樣子去幫助他的話，其實是讓他除了去熟悉可能會遇到的面試狀況，對，好一種那種整個狀況之外，那同時也會讓他去了解他未來適合走怎樣的路嘛，還是說鼓勵性質比較多？因為其實他們也會有一些是企業的合作，所以企業合作就是協助他們一些能力，比如說他們可能會去參訪，像那一天
他们去参访的单位就会是糕饼店，那其实他们还是以手作为主，因为如果实际上比较难度的工作，可能就还是无法啦，暂时还是无法。因为里面我也遇过很高学历的很高学历的，但他的状况可能就会是需要思考，在那个当下，但这些可能都要透过专业的训练，或是社工那边的帮忙。那如果是我这里的话，我们比较着重的还是像职业的认识，或是说他在面临到我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透过一些牌卡的测验，让他们去抓住说，我的性格是喜欢跟人互动啊、接触，或是说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一点点的。那我们在选择职业上面，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哪些工作可能你需要大量跟人接触哦，那你可以吗？你这样跟人说话可以吗？多一点让他知道职业上面的一些内容。那这样子的话，在整个咨商过程里面，因为他自己所展现出来，应该都是属于比较能够比较消极的方式啦，能够比较可能比起一般的人来说的话，伊可能想过慢讲法过慢。可像以人这个会吞都用，比如你头都会讲，你用牌卡一起说明的时间，他会不会从牌卡里面其实是透露出他自己的不安啊？不安哦。你刚才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他们确实会比较有一点点程度是会觉得说社工会帮我，其他人会帮我，对，那我不用那么的认真。但实际上我都会希望他们在，毕竟我们是课程嘛，所以我不是他来跟我对话，是同侪之间的对话，所以里面一定会有人特别的认真。对，我很积极的想要投入到职场，所以要让他们去体验的其实是，所以一开始像我们那天的是好像2天的课程嘛，那第一天其实上午的时候会有人就是你请他讲话他都不要，不能逼呢，你不能逼他，因为我怕会突然会有一些躁动的状况，所以社工有时候会跟我们讨论说，老师，那他如果不愿意就不要这样，OK 好，那 OK， 可是很特别的是到已经要结束了，居然每一个人都愿意上台分享。想说哇，那这个就是同侪力量，就是这不能只有靠老师，这还是要靠大家，有1、2个可以去影响1、2个这样子，对。不等于讲，其实上头讲开始讲，修好的时间，你用业的工作，用唔讲透过鬼面之刃，你逼着讲，其实每个人都有每的专长，每的专长，每的工作地方都有一啲希望嘅一啲专长嘅嘢。嗰種講，比如講聲音，我談到聲音嘅人，冇得講譬如聲音嘅人。咁問題係講，你係咪講本身人哋咪係有一啲共樣嘅觀念講？譬如說，譬如我今天小朋友，我比較擅長跑步，那我就是往體育方面這個工作走。那也許我真的是對於顏色是很敏感的，那未來我就朝美術方面去走。那可是，假如我媽媽就是要叫我念書怎麼辦？对，这个就在我们生涯的金三角决策里面最常会发生。有一种状况，我们叫个人，在决定里面一个叫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就是我可以透过我的兴趣、能力、性格、价值观去做一个选择。但大部分我遇到咨询，像去年在线上，我大概在线上咨询了400位的民众，都是青年比较多，他们真的蛮多的问题都是家人，我们叫做环境因素一个部分嘛，就是家人的期待啊，或是说我因为在南部啊，地缘的关系啊，那或是说，我们都觉得进那个前100大企业啊，薪资比较好啊，对，所以确实会有，甚至还要考公务员的，我遇到蛮多要考公务人员，就是家长有这个期待在。那我其实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先以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我个人身上目前有哪些，即使是公务员，我觉得也 OK， 因为公务员现在还是有分嘛，他也不是只有说你只是做一个行政型的工作，或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公务员好像就只有朝9晚5，其实很多公务员现在他的面向也是蛮多元的，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在于不是去选择你要待的那个产业企业，我觉得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说有没有特别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再来一个部分是父母亲的沟通，所以我都会跟他说，要不要叫你妈来跟我聊一下，叫妈妈来跟我聊聊天好了，这样子。但其实确实家庭的因素影响是还蛮大，那他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也会有听到为了要脱离父母亲的掌控，所以妈妈叫我选 A， 我偏要选 B。这种叛逆的心态也都会有，所以我也很鼓励家长的是说，我自己也是啊，就是像女儿学舞蹈嘛，就刚刚主持人有讲到，
有人就说啊，舞蹈啊，以后要做什么？我说其实舞蹈有没有可能有机会我们跟媒体结合？我们也有可能舞蹈跟行销结合，我们有可能舞蹈跟剧本结合。其实它不会是一个单一的面向，它一定有机会去做 A 加 B， 然后来做一个加成的机会。嗰种等于你讲，唔单止讲更加，我哋对我哋工作来讲，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这个想法，我哋有这个想嘅东西，但是其实可以尽量的去寻到一啲中间呢，好，譬如讲，它可能也符合了爸爸妈妈对于公务人员，或者是说，应该说对于安定工作的想象，好，但是又可以去兼顾到我哋想要做自家想要做嘅事情的一啲眼光啦，哈。那假如好，我要去应征工作了，我要怎么去准备面试？还有我的履历表，你的履历表我用一下。不要履历表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我最重的一个建议，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一份履历走天涯。有没有？他就是写好一份履历之后啊，不管1年、2年、3年、5年，他还是用那一份履历表。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要客制化。所谓客制化，就是你今天想要走的工作，我们就讲行销跟行政好了，这2个的特质就会完全不同嘛。不管你的性格、你的能力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这两个我都想做，分开写。我们会建议在履历的撰写上面会做一个分开撰写的部分。那面试上面，其实我大部分建议就是一个部分要练习，对，就最简单的你要练习自我介绍，对，然后你要去那个设定好时间，因为有些企业可能是1分钟，有些企业可能3分钟。那我听过最厉害的企业是15分钟。那再来的话，就是你要有一点像侦探般的收集，比如说这家公司，比如说它的创办人有没有一些故事，好，或是说你可能是同产业跳同产业，那面试官可能会问你说啊，你怎么会从 A 跳到 B？ 这个过程，你上一个工作为什么会离职？对，很爱问这个问题，有没有？对啊，你的优缺点，你的优缺点，我觉得有时候我都会看，其实这个问题很难诶。很难吗？我的优缺点是什么？因为我已唔识你嘅事答又係你的优缺点这个问题。优缺点，对啊，其实它是比较一体两面啊。像我常常说，我就说我的缺点哦，就是我真的很急躁啊。可是相对的，我的优点也代表我很积极，我做事其实不喜欢拖拖拉拉，所以其实没有一个面试官想要认真听你的缺点是什么，而是在这个缺点当中，你是不是够理解你自己，够了解你自己，然后你能不能够说出一个，那如果这真的是你的缺点，那接下来在工作上面，可能你这个缺点会怎么去调整，可能不会去影响你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工作，对啊。可是从我的依求吼，其实讲的啲，我能讲一家人地位过重要一件事情讲，其实对的面试官来讲的话，其实伊嘛对唔来係啲體白看到嘢。可是我哋的履歷寫出來，其實係俾我哋亮晒有進一步嘅認識，進一步，咱真係講到講，對方係咪真係一啲會適合嘅工作嘅人？今日各位感謝我哋依求兩位聽眾嚟分享安東亞工作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再聽下你寫嚟，傾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